贵宾，各位市民朋友，各位客家乡亲，大家好。今年是我第6摆来参加移民指定，我答应始终着每年嘅台单合通都留乡亲乡下全场很多。算算啊，今年已经9年了，一多年来很多客家社团乡下为着办理移民制付出更多。我发现移民嘉年华唔但请嘅信仰发通，也是一个客家文化展现嘅开亮图，对良神、积德、开单、财家，方方都看到客家乡亲以尊崇传统之下，相爱重新老团结嘅用心，我对新入来。也留大家享用对面容十个特别识透露，我对今年嘅移民嘉年华配有各种研究以特色做重点，留台北打错变做全国客家嘅交流平台，第下又设计又造计又闹热，今年也特别办理3套以上汉语家庭包容，我也讲客家话，台北客家移民指定发通，而且是台北市持有客家特色嘅发通，伫台北期盼超过30年，讲希望总比大家嘅3万大兵全心全意3万传承客家文化。今年我到大家乡下大典祈福，感恩嘅亲戚来参加业嘅发通，同感谢现场嘅每一个客家乡亲、老市民朋友，希望大家关心客家、支持客家，大家有限张来了。